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文化中心的平面停车场，那我们透过跟前瞻建设争取预算呢，把这个平面停车场立体化，那变成是一个7+18层楼的立体停车场，还有一个地下1层楼的机车的停车场，那总共可以提供211个汽车席位跟172个机车席位。我想对于解决不管是周边民众的停车问题，跟要来文化中心看展参观的民众的停车问题的解决，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市政府对于停车场立体化的政策会持续的进行。那今年下半年也还会有大概2场的这个前瞻立体停车场会来这个完工来启用。那我想会持续的来跟中央争取预算，也在持续规划市区的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在我们里民也等了很多年，盖好之后也会让我们周遭的里民停车更方便，因为那个也疏解到我们文化中心展演之後的停車問題。長榮酒店的停車機車也可以疏解，真的是對我們忠孝里這裡的停車有很大的改善。在1樓跟1樓的挑工區，也就是有2層樓的一個高度呢，未來將由我們文化局來規劃為文化中心的一個藝廊使用預定在今年年底，那我們就會完成室內裝修。那馬上呢，我們就會來策劃第1檔的一個特展，會有成大的陳明慧陳老師以多元族群的角度，然後結合多媒體的一個創作我們來展現一個文化中心複合空間一個藝廊的一個展示的一個功能。那這個會在明年的一個上半年呢，我們就會向各位市民來推出，也歡迎各位市民在享受一個便利的一個停車空間的時候，也能夠來觀賞我們優質的一個藝文作品的一個展出。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解文化中心新风貌，智慧前瞻好停车，台南文化中心立体停车场正式启用。我们东区文化中心旁边的立体停车场以及演艺空间，终于能够停车场先试先行，先能完成。那么我们文化中心的在演艺厅新增加1、2楼的演艺厅这个部分，也将紧锣密鼓的展开，即将完成。因为这个地方为了要维持文化中心的展演活动，所以说是等于说穿着西装改西装，因此工程进度没有办法大刀阔斧很快的进行。总之，也让周边的里民以及台南市民盼来了新的这个停车空间，尤其在东区寸土寸金的地方，那停车空间稀缺的地方，我们能够及时提供211个汽车以及172个机车，对民众的停车拥塞的情形的疏解是有帮助的。那随后东区还有其他的地方，包括监理站的这个旁边的图书馆以及立体停车场，还有北区的承德里的立体停车场，以及原来这个善化的 LM 区的立体停车场，还有永康成功里的立体停车场，这些都会陆陆续续在这1、2年内完工。那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更大幅度的疏解我们停车的需求。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10月14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南市第一批社會主體移居成功，移居仁愛，總共178戶將進行聯合招租。市府召開記者會說明，第一批對3月17號開始，符合資格民眾就當申請，租金包括管理費，上計3950塊起跳。台南市第一批社會主體來了，包括永康的移居成功，佮林德的移居仁愛，總共178戶，將舉行聯合的招租。移居社會主體規劃1房到3房，規棟採用通用的設計，而且價錢、採光攏真良好，加上附近的生活機能嘛方便。對3月17開始開放民眾來受理申請，市長希望會用加緊速度。
赶伫农历7月进前，民众就会用来搬入去住。社宅其实就有几个元素，第一个是 location， 它 location 非常好，都市机能齐全，生活机能齐备。好，不管是学校，不管医院，不管是市场，不管是休憩空间、公园等等，都是非常的优化。那已经不是一个都市边缘区，是都市的核心区、蛋黄区，所以说它的价值不菲。第二，它的建材非常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建材都是许多好的有名的建材。然后第三，它是一个新房子，所以说它一定能够让许多市民朋友们，不管是优先户还是一般户，都能够提高一个最好的住宅服务。那有健身房啦，有教育厅啦，还有许许多多的甚至停车的空间也都齐备。所以欢迎各位好朋友，如果有需要的市民朋友们，欢迎来登记。那尽早来登记，尽早抽签，然后尽早入住，能够在今年7月农历7月以前就能够顺利搬新家、住新宅。市府都发局长林龙川表示，社会主体租金依照房型甲日新租人条件无同，租金对3950块到22000外块不等。咱的社宅开始要抽签咱会为3月17到4月11，这是登记的期间咱会特别针对迄个一寡弱势团体，咱有分一般户跟优先户，优先户是用评点的方式来处理啦包括咱即个正在遮内底嘛是伫迄个优先户的资格当中就是讲因正在需要做出嘛当来登记啦伫优先户当中，阮会先去评点了后总共已经满了后伊才会有登记的，无抽到的去放咱一般户来做为抽，所以有2摆的机会来抽迄个社宅租金因为是看大坪数大小啦上俗的一房的伊是到3900几块较悬的伊3房的到2万2所以伊是按照咱的迄个区去算的所以讲伊有4级啦，分4级第一级的话是拍4节，来就6节、7节、8节安尼的方式。都发局表示，依据社会主体依条线顶来申请，基本的资格是年满18岁的国民，实际伫咧台南市或者是咧本市就业就学有大的需求，而且家庭的成员无自有的主体，以及无享有政府主体补贴，拢会用提出申请。申请期间对3月17到4月16，欢迎符合资格民众踊跃申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进行开源北门以及市政派出所新任所长布达典礼，各界表达祝贺以外，嘛希望会当为北区的治安交通拍拼。命令奉台南市政府警察局114年3月12日南市警人制第114-015-8505号核定。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人事调动，有3名派出所所长新上任。隆重的布达典礼当中，基层里长、居民代表、议员拢出席祝贺。我相信，台南市的治安可以更好。那很多的涉案案件其实也比较少在我们北区。各位荣升所长的，我刚刚看到也有年轻的，那也有我们非常资深的，我们一起来为北区来守护。按这位来，好咱北区越来越平安。开源派出所所长由洪世雄调任，北门派出所是陈东宏调任所长，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吴春峰直接新任。新任所长拢是有好的表现才提拔。第5分局局长做出勉励。期许他们能够做好我们警察分内工作，然后对我们北区的居民这个安全维护以及治安的维持还有服务来提供，用总体地方的治安交通来打拼，持续为民服务，让台南北区优质的生活环境空间。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白河林草比班机会回岛，互正做全球上水的花海街道之一。每当吸引大批游客甲摄影师前来，今年预计伫后礼拜会当看到班机会盛开的美景。
白河拿粗比班级花季，伫咧14日正式登场，出席开幕记者会，市长王伟特特别感谢历任镇长甲区长努力，一步步经营，互拿粗比班级花道已经成为全台重要观光景点之一，也是真侪网红甲民众流连忘返的拍卡点。也无袂记哩来白河看花民众，嘛会顺路到东山食咖啡，享受美好的春日时光。其实这个木棉花已经是全国知名这个林楚皮的木棉花道许多漂亮的照片美不胜收，都已经早就在很多的社群媒体上流传。那这都非常感谢过去张世贤，还有我们刘米山还有各位好朋友还有历任的这个区长，大家的经营，能够把木棉花道经营得这么漂亮，这么美丽，成为很多人不管是网红或是一般民众都喜欢来流连忘返打卡的地方，所以很欢迎大家一起来2025木棉花季哦。那赏木棉、喝咖啡，或是在白河老街、东山老街逛一逛，那是最好的休闲活动。白河区公所表示，班级花季伫咧3月15号到3月30号期间，将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包含导览解说、爱地球送树苗、班级花音乐响应、街头艺能表演等等。伫旧的铁路区嘛有美食单位，互游客伫看花时阵，嘛会当品尝到美味的在地小食。另外，为了确保看花品质甲交通顺畅，公所也呼吁民众会当将车辆停伫咧大直停车场，也是选择伫咧管制区外口周边道路沿线停车，嘛会当搭乘白河区公所安排免费接驳专车进入花道。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西港天赛站高达满14档，陪伴262位适龄适地的长辈。14号特别举办感恩大会，邀请服务长辈、长期支持的善事义工来庆祝同欢。西港区是全台满产量上济区域之一，真侪西港区的在地长辈拢有协助采收的经验，但过往受限伫咧经济条件，无机会会当品尝到满的好滋味。华山基金会西港爱心体彩站14周年感恩大会，特别以满为主题，邀请港民高中家政科师生带领长辈制造手工满饼、为揉面到地膜烤制，除了会当互长辈体验到手做烘焙趣味，也互真少出门的长辈行出家门，亲近人群。我唔捌做过饼，我怎么讲唔捌做过饼？今仔来遮学嘛？学啊！我唔知淡遮遮换，搁而且无阮先生领厝，安尼啊，遮学啊，遮学因做安尼啊，逐项加减仔学啦，食了较袂无聊，若都想着要做就会晓做安尼。不只重视学业成绩，港民中学嘛注重品德教育。校方希望透过甲华山基金会的社会关怀活动，互囡仔为当中学习到友好甲感恩。港民高中长时间来跟华山基金会都有互动，办活动我们都会全力来协助。那一直以来，我们港民高中除了升学非常棒以外，其实我们学校现在一直在强化跟推动品德教育，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的品德都懂得感恩，懂得惜福。所以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学校提供场地，我们家政老师在我们学务处也找到几位孩子，跟我们长辈一起来做一些食品啊，做一些烘焙。那透过互动来尊重我们的长辈，也懂得感恩孝顺长辈，这也是我们一直全力来做的事情。在这长期的服务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说，我可以带给长辈什么样子的新鲜体验。常常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我会跟长辈分享我的生活，他们都会跟我讲说，这个他们没有体验过，他们没有做过。那在这样子的思想过程中，我就想说，可以怎么样来结合我们当地西港的特色，就是芝麻，所以才想说，就是今天带着他们来体验做芝麻饼干的这个体验这样子。那我就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在这边可以有这个场地可以做，我就立刻联系了我们港民高中的窗口。那港民高中不管这边是校长还是组长这边，他们都非常积极的协助。华山基金会西港爱心体彩站站长廖永兰表示，感谢港民中学以及真侪善事对着长辈关怀付出，也希望有更多社会大众做伙来关怀生活周遭高老长辈。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
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对2022年成立的喜乐艺廊，以支持身心障碍者发挥艺术潜力的概念，提供因专业课程甲创作空间。这摆艺廊头摆南下台南，伫7里文化中心举办展览。开展头一天，这群天才所画出的生命故事甲内心的世界，就感动一人。对一开始，因为三新疆家庭的需要，伫台北所成立的喜乐家族，扩大到喜乐家族基金会成立嘛迈入19档。其中喜乐艺廊就是开发这群天才自我价值的桥梁。这摆因有机缘来到台南文化中心，用画作嘛要甲咱乡亲分享因的内心世界，除了互侪观赏者相当感动，嘛看出因无限的艺术潜力。我是坐公车出去玩，跟很多喜乐出去玩，平常是很少出去旅游。我就画的是松鼠、寻宝，然后后面是那个布顶地树叶，然后下面那个雪地。那每一个作品都非常的有特色。那你在对照应到它的主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它的视角是真的很特别。他们把每一幅画表现得非常有色彩，然后很有感情，很生动。看他们的画非常疗愈，非常喜欢他们的一举一动啊，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容易的，非常感动。为了让更较侪人了解这群知青的艺术表现，同款有所感动。开展头一天，侪贵宾拢专程来见证。其中有位特嘛到场，甲2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用简单的幸福来传达因的感情，场面温馨。在这里面一定会发现很多具有艺术天分的。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就感谢喜乐家族基金会，能够提供这么好的机会，让所有的家族的成员，他的作品能够跟台南社会、台南市的市民见面，也可以让更多艺术工作者、艺术爱好者，其实能够发现未来那个嶂新星。这些画作呢，也是透过他们的艺术潜能，要让世上的人看见，他们是很简单的喜乐，喜乐很简单，也幸福很简单。该展览将伫3月14号一直到4月6号，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来台南文化中心第2艺廊，感受每一把画作深刻的情感，嘛了解这群艺术家的努力甲心声，互社会有更较侪理解甲包容。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南区公所艺术空间举办研书四幕展览。展出作品拢是研墨书会会员这几档内的书法创作，总共有71把作品，充分展现创作者对着书画的美感甲创新。成立这10多档的研墨书会，是一个少年而且充满活力的团体。伫王慧文老师甲蔡天健会长的带领，曾经伫高雄、嘉义、甲金门等县市来展览。即届伫南区公所的邀请。14号上午，伫公所的艺术空间举办开幕展，吸引不少的贵宾到场参加。一件作品都是大家的精心杰作，那过去已经颠覆过去以往我们对书法的一个认知。那其实每一个作品背后都有它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意象哈。那这一次作品预计展出到4月30号，那我想。我们的市民朋友来洽公真的是有福了，不但可以办好公他想要办的相关的那个业务以外哈，又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欣赏一下不一样的一个作品哈。所以再一次感谢我们会长啊，也谢谢所有参与的人员，也预祝今天的展出开幕圆满成功。希望各位老师你们多多的应用这个用这个场所，因为这个场所不很大。但是又不是很小，而且动向非常好。重点是来来去去的台南市南区的市民，包括一些需要跟洽公的民众，来来去去的人潮也是蛮多的。相信
你的作品会得到很多人的共鸣。这届展出的作品总共有71把，有隶书、草书、篆书甲楷书等这种的书体，画写了工整，另外嘛有丰富多赞助的色彩，充分展现那书法嘛那画的意境。这一幅画就是听雨，雨它就是用一种意象的概念，再把书法意象化。这个雨，你看它就把它做成有在下雨的感觉，背景是一种繁花似锦的感觉，所以就有很多种颜色啊，看起来就是有花朵这样，就是把听和雨都是和传统的书法不一样，那就走一种创新的路线，中间再掺杂一些小字下去形容听雨2个字的感觉，还有一些诗词这样。南区艺术空间利用公所的建筑、开放式的空间，提供各界艺术家展现创作的上好的场所。这届展出期间，对3月14到4月30，提供市民到南区公所来办公，嘛用的欣赏到研墨书画的艺术创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第13届台南艺术博览会顶场，这回有45件国内外艺廊，展出200多位艺术家的精彩作品，也佫特别以女性视角规划特展。同时，跟台南新艺奖得主合作，透过镜头做回来欣赏。Art China 2025台南艺术博览会正式启动。迎接3月美术月，市府文化局跟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一起举办台南艺术博览会，邀集台日韩45家画廊参展，呈现美学新浪潮。画廊协会因应整个台南艺术风潮的一个风向，以及大家民众对艺术博览会的一个期待，所以在今年我们也让艺博会呈现更生活化，也更年轻化，同时更国际化。台南是一个文化的城市，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艺博会的举办，也期待很多不管是看门道，或者是觉得很新鲜新奇的好朋友，都能够来参加我们艺博会。今年展出的作品相当多元，包括油画、雕塑、复合媒材等等。当中有来自日本艺术家融合北海道的民俗图样跟雪景的创作，还有透过动物拟人化的方式传达个人思想。另外也有艺廊扶植台湾学生的作品。台南大学硕士班的学生，那他是以传统的这个水墨画的技法为基础，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有竞争力，一直不遗余力从事这方面的一个工作。这一次的艺博会呢，我们带了20几位的艺术家，基本上是日本啊，然后欧洲啊。画廊的方向主要就是说做疗愈的艺术品，或者是让人家看了会开心的、可爱的、有趣的。这次比较特别是有独家代理艺术家来自北海道的范田童子，他喜欢融合北海道传统的民俗的图腾，然后还有北海道特色的雪景，所以在他们的人物的眼神上面都会非常可爱，然后楚楚可怜，然后好像梨花带泪的感觉。除此之外，艺博会也和台南新艺奖合作，挑选3位新锐创作者加入艺术市场当中，还有以女性艺术家为主轴所规划的藏家特展，3月14至16日连续3天的展期，将持续关注当代艺术与在地互动，并推动台南的艺术生态及收藏氛围。记者邱怀谈的报道。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夜间部将转型专注伫流行音乐人才培育，伫发布记者会上嘛特别宣布 ，YouTube 网前我是江老师嘛将参与授课，分享伊有高档自媒体经验，如何伫数位时代发挥音乐事业。有鉴于流行音乐是目前最具国际竞争力及感染力的文化内容产业之一，为了造福更多有志音乐学子，甚至对音乐怀有梦想的熟龄人士，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进修学士班有别于过去专注古典音乐领域，宣布将于今年3月起正式跨域转型为流行音乐进修学士班。
转型记者会上，除了安排铜管重奏团以铜管五重奏的形式演奏《Fly Me to the Moon》等经典曲目外，也特别邀请到知名 YouTuber 江雨婷担任活动主持人。校方表示，江老师也将成为音乐系的兼任老师。知名 YouTuber 江雨婷表示，现代的学生非常幸福，他以前念音乐系只知道努力练琴，但现在看到台艺大音乐系规划安排多元丰富的课程，想必能让学生未来的音乐路更加宽广。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只会做一件事情。以前好像觉得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可以，现在大家会讨论很多，譬如说什么斜杠啊等等的。就像成为创作者而言好了，你也不是只要会音乐这件事情就可以，应该是音乐这件事情要跟各种的艺术类型去做结合。那我觉得台艺它原本非常好的优势就是它已经是一个艺术大学，而且学校的师资相当的厉害。我上次拍摄那一支影片的时候，跟学校的师资合作，我们在讨论说，台艺有哪一些老师？那个时候我把这些名单摊开，我才发现，全台湾最厉害的音乐家几乎都在这些学校教了，这是真的实话。所以这也是让人觉得非常振奋人心的。学生们可以有这么好的师资底下，又有了这么多元的选择，我觉得真的可以跟各位记者朋友们好好的就是宣传一下。我觉得这个消息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校长钟世凯表示，流行音乐是产业发展的趋势，更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政策。今年是台艺大建校70周年，作为全台历史最悠久、拥有校友及学生数最多的艺术大学，也是艺术教学领域的领头羊。期望音乐系进修学士班对整个流行音乐产业的人才培育做出最大的贡献。流行音乐的话是产业发展的趋势，也是国家的重要政策啦。那台湾艺术大学今年建校70周年，作为全台湾历史最悠久、校友跟学生最多的艺术大学，我们是艺术教学领域的领头羊，所以当然必须来配合国家的政策啦。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的进修学士班，往流行音乐转型之后，也对国家的政策发展，还有那个产业整个流行音乐的人才培育做出最大的贡献。台湾艺术大学表示，台艺大音乐系进修学士班招生方式将采独立招生，预计于今年3月6号到18号受理报名，5月举行招生考试，预计招收35名新生。欢迎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以及在职或业界对流行音乐有志人士报考。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台艺大音乐系的网站上查询。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春怀，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跟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很棒，
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